啊，神做这动物，为是咧，互人用的，也是对人有帮助的，啊，所以神嘛，允准咱食吧。啊，在这个创世纪第9章遐第1节啊，遐有记载讲是神祝福去当时这个拿阿甲伊的囝，啊，对因讲，恁都要生养众多哦，啊，遍布这个地哦。啊，到第3节，神就讲啊，既然活着这动物啊，拢可以做你的食物啦啊，这一切我拢使我恁亲像菜色共款啊，所以咱食这个菜色水果，咱嘛会使食这动物的肉。啊，讲神佫继续讲唯独肉带着血，迄就是伊的性命，你唔通个食。你知啊？牛啦、犬啦，你都甲抬啊，血若流伤济，伊就死啦。是。啊，所以血就是动物的活命。啊，所以咱信仰所有人无咧食血，啊，所以款肉嘛会使食。啊，所以。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阮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今日由阮请到赖永福传道伫咱的节目中间，甲咱讲解有关谚语的智慧。我今日要来问赖传道一句谚语讲无食牛犬，光明不显；食了牛犬，地角难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无食牛犬，光明不显；食了牛犬，地角难免。这是这个食菜灵修的人啦讲到因的代志就对啦这是一般咱的老祖公怎么甲你讲的这是古早人在讲的讲足侪人拢修行的方法真济啦有人修行的方法是讲这陆地上这动物有生命啊，你唔通去食伊啊你甲害死你食伊的肉咯啥安尼无应该啦所以因想法就是讲，咱莫食这个动物的这个肉他讲牛肉狗肉，犬就是牛肉狗肉咱莫甲食，就是讲拢莫食这活物的就对啦，靠着这食菜来修行，将来看会当去天堂袂啦。是，有的人是这款想法啦。虽然讲伊有心是要去天堂啊，但是。有的人嘛是真贪爱这世界啊！看到别人得到功名，有名声、有地位、有利益、有享受、好嘢，足侪人的心善啊！所以有的人嘛要追求这个功名、名声、地位啊！所以有的人就讲我若要讲追求，我都要交朋友啊！交朋友我都要应酬应酬我都要甲人食共款的物件，对啊！别人食啥，咱嘛爱食啥甲人食啉，你定爱请人客甲人做食这中间你定爱食足侪肉、牛肉、狗肉，你而且拢爱食着啊但是你对一个食菜灵修的人来讲你食这牛肉、狗肉，你毋是犯戒啊你毋是爱落地角啊所以食了骗就地角难免啊但是就歹食牛犬，光明袂当彰显啊，我袂当得到光明啊所以你凡事的中间毋知要这个好还是迄个好，真歹选择。但是实在是当在这选择的中间真痛苦，真痛苦。就看卖啦，这个圣经是咱讲天顶的神看上界尊贵就是咱人类所以圣经有写讲，咱人类就是神所做的，生命意思的，所以咱就是伊的囝儿神看重就是咱人类伊的囝儿。神做这动物，就是咧，互人用的，
也是对人有帮助的吼。是。啊，所以神嘛允准咱食肉。啊，在这个创世纪吼，第9章遐第1节啊，遐有记载讲神祝福去吼，当时这个拿阿甲伊囝啊对因讲，恁都要生养众多哦，啊遍布这个地哦。啊，到第3节神就讲啊，既然啊活着这动物吼，啊拢可以做你的食物啦吼。啊，这一切吼，我拢使我恁亲像菜色共款。啊，所以咱食这个菜色水果，咱嘛会使食这动物的肉。啊，讲神佫继续讲唯独肉带着血，迄就是伊的生命，你唔通个食。吼，你知影？牛啦、犬啦，你都甲杀，啊血若流伤济，哦，伊就死啊。是。啊，所以血就是动物的活命。啊，所以咱信耶稣的人无咧食血。啊，什么款肉嘛会使食的。吼，啊，所以有的人或者有真奇怪，讲哇，恁哪会这动物的肉咧食？无恁杀生唔好，恁食这动物的物件唔好。啊，但是咱有当时要甲想想的哦。到底这植物、这青菜、水果，啊，你想有生命？伊只不过是吸一寡啊，这阳光啦、空气啦，还是这个土顶面的一寡营养分，敢是？对啦。啊，阵啊，伊无生命。无生命啦，哇，这植物吼，伊嘛是有生命。啊，但是这植物有生命，你嘛甲食啊？哦，啊，咱想较透底吼。是。哦，咱啉的一杯水就好啦。是。哦。一杯水，你讲哦，你都爱甲煮好滚。这个水内面有真侪生物，微生物啊。是。迄幼甲你看袂到微生物真济哦。但是真活泼伫遐咧跳。对啊，有生命伫呢。结果你甲煮的毋是拢甲煮啥？啊，结果你嘛甲啉嘛。啊，所以安尼想起来，你就了解讲，其实啊，世间足侪物件拢有生命。是。你看会到甲看袂到尔啦。对。啊，其实啦，咱只要按照圣经讲神造万物就是互人用的吼。啊，神允准咱食吼，啊，咱嘛会使食。啊，所以为这甲看起来，咱就了解吼。讲无食牛犬，光明不显；食了牛犬，地甲难免。这是这食菜，周多的人在讲的吼。啊，对咱信耶稣人讲的是真自由啦。啊，只要神要使我咱食这肉，咱拢会使食吼。啊，所以这句话上要紧是讲，咱唔好犯得犯失啊。是，莫犯得犯失。啊，是安尼做，啊，佫感觉安尼嘛唔好，啊，是要安尼做，安尼佫唔好，啊，唔知要哪做。有一个确定的真理来做啦。啊，袂当决定吼。啊，这都得袂到什么好处。是。啊，这个圣经内面吼，这个诗篇25篇吼，这个12节到14节有咧讲杀人吼，敬畏天顶这位自有永有的真神。啊，这位真神耶和华吼，就指示伊应当选择的道路。意思就是讲，人要得聪明智慧吼，就是要心中要尊敬天顶这位神。啊，所以要做神所欢喜的，安尼敬畏神。啊，这款人吼，你也要敬畏神，神啊听你啊。是。啊，就指示你应当选择的道路。所以圣经安尼讲，讲天顶的神爱，互咱安然居住。啊，平平安安，啊，就安尼过日子。啊，伊的护卫得个成就地土。啊，所以这款敬畏神的人吼，伊会当得到神的福气，神的将地土来赐予伊。这个圣经佫讲吼，讲耶和华真神哦，甲敬畏伊的人亲密，伊得个将家己的约指示因。啊，这也是甲咱讲是什么人哦？伊敬畏神，就是讲敬爱神、敬重神、敬拜神。啊，这个为为就是讲你会啊，做神所欢喜的事，啊，这种敬畏神的人哦，神看你对敬畏，伊就听你，伊就甲你亲近，甲你亲密，啊，所以你向的祈祷求什么，伊嘛赐予你啊，对无？啊，所以圣经才讲，神要将家己的约指示这款人，神的约是什么？神甲人是个约束，就是讲伊要将救恩赐予世间人。啊，今日在2000年前，咱的耶稣基督天顶的神。已经多加逐心来到这个世间啦。伊33岁时阵为咱定死在十字架顶。伊3年的中间都传福音，指示咱这个进天国的道路。叫大家都要悔改。伊佫医病赶鬼，帮助足侪可怜的人。所以耶稣不但要救咱的灵魂去天国，伊也要帮助咱，互咱生活得到平安。互咱的肉体、身心拢得到这个福气。啊，所以神甲咱的约束就是讲，伊要来世间为咱的罪来死在十字架顶。所以耶稣已经为咱的罪牺牲了，因为伊的生命拢无犯过罪。
所以哇，在世间跟咱人共款遐尼软弱啊，但是啊，伊有共款有一种七情六欲，但是伊拢无犯过罪，赢过魔鬼，赢过罪恶，赢过种种的试探哦，所以伊会当做咱的救主。伊个是活命的主宰，敢毋是？啊，伊定死了，搁再复活。对，伊为咱定死12日了后吼，第3天搁再复活。啊，这是你甲咱讲，咱来信耶稣，虽然咱的肉体有一天会离开世界，哦，但是耶稣搁再来的日子。啊！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阵，耶稣基督搁再来，就叫咱搁再活起来。是是，借着伊的圣灵吼，互咱变化成做一个灵性的身躯。是啊，这个灵体就是甲物质无关系啊，这就是将来会当被引出天国的所在，是来享受永远的这个福气，跟天父之神带到天。啊，这就是咱信耶稣的人的愿望。啊，所以世人敬畏天顶的神吼，天顶的神的指示伊当选择的道路。是是是。互咱知影讲，爱行这条永生的道路，将来才有希望，才当进天国，有永远的活命。所以啊，今日真感谢咱罗团长吼，伫这个节目中间吼，伫这个单元内面，甲咱讲了这个谚语吼，无食牛犬，功名无显食了牛犬，地角难免这句谚语中间，互咱会当搁进一步去了解人生信仰的一个智慧，互咱搁较坦然无惊吓，伫咱的生活中间，伫咱真理的追求顶面有一个确定的目标甲方向。那安尼，咱人生就亲像罗团长所讲的安尼充满着对主要所遐来的愿望甲迄个欲伫咱的灵魂中间咱将来有一个真美好一个去处有一个方向互咱有一个要行的路有一个确定安尼咱感谢这个罗团长。愿天顶的之神，互咱聪明智慧会晓选择当行的道路，来得这个天国永生的福气。感谢伊，谢谢。